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今日我要用一張奧修禪卡幫你揭開你可能尚未發現嘅天賦。塔羅牌唔只係預測未來嘅工具，佢仲可以揭示我哋內心深處嘅潛力同未被發掘嘅天賦。你會唔會好奇，除咗已知嘅技能之外，自己仲隱藏住邊啲才能呢？而家就讓我哋一齊用奧修禪卡嚟探索。而家請你眯埋眼睛，深呼吸。集中思緒喺你想要探索嘅天賦上面，然後從以下嘅選項選擇一個字母係 A、B、C、D。而家請大家先觀看每張牌嘅圖像同文字，運用你哋嘅直覺去聯想可能嘅答案。A 係創造力， B 參與， C 慶祝， D 冒險。以下就係答案啦，大家記得喺留言區嗰度回答一下邊個係你嘅答案喎，我會答翻大家邊個先係正確答案嘅，留意次序會有唔同嘅喎。一代表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，二代表唔怕挑戰，勇於冒險，三代表創造力同藝術才能，四代表溝通同人際關係。大家係咪都已經揾到正確答案呢？下一堂我哋會揭曉邊個先係正確答案啦，記得留言話我知喎。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